再来看宜兰县政府为着要行开发中兴文创园区29亿的债务，打算要来卖掉园区的附近价值51亿17800的土地。也毋过有地方人士是认为讲土地分割来卖，绩效会如何？也毋过有人建议讲会当来规划招商无一定就爱卖土地。平日的中兴文创园区会当广播游客停车场也空。根据宜兰县政府统计，园区平日大约200至900间厝人园，假日大约有4000至9000间厝人园，差距真大。按照活化是一个议题。当初在贷款计划的内容里面就已经有详载要处分文化产业这个专用区4单元3、单元4的土地。县政府2021年开始，就依照中兴文创的详细计划，愿意标售中兴文创单元3、单元42笔土地，面积大约17000平，收入有高51亿华。毋望照着开发案，害文创园区29亿开发债务，佮活化4块位的环境。这块土地就是县府要标售的土地，也毋过县议会对土地安怎卖、敢要卖，煞有无同意见。有议员认为，土地应该分做更较细面积标售才有利，小开发商斗地竞争。也有人认为土地无应该标售，应该招商开发。分比标售的话，因为小的自营商可以去标土地，那无形当中大家会竞标，很多人可以竞标的话，那土地就会水涨船高。我认为县政府应该要积极的规划，就现有的土地来做一个活化看是如何来结合中兴文创来做一个改善。对地方意见，县政府表示，根据文创园区的土管规定，土地爱分成2个单元来做整体开发，每个人需要处理整笔土地才会当开发，所以无法度分割标售。毋望县议会会当尽速同意，以利害中兴文创债务。记者综合报道。